虽然现在诊疗老家因为戏剧《淑女养成记》的带动，对中秋甲国庆连假拢出现大量的观光人潮，不过议员李宗翰相当烦恼的，一旦戏剧的效应消退，老家以后佫有啥物特地行销发展，要求市府重视。对此市长相当认同，要求一定要避免蛋挞效应。那他接下来已经没有连假。他可能要遇到元旦的时候，春节连假228之后，当天气开始转热之后，我们的金寮老街是否还会有这么多的来客数？市长你怎么看？我觉得我真的要避免蛋挞效应哦。是，我们还是需要做中长期的规划。是哦，一时大家想去看那个这个点那个点，那个都是一时的。如果他来这个点那个点之后，他觉得下次可以再来，不一定是为了淑女2而来，是为了觉得这个地方老街真的有哪些我的回忆，我喜欢的东西，我喜欢买的东西，我喜欢看的点，这点比较重要。因为任何一个剧，任何一个那就是一时的，而且记忆会慢慢淡掉。当然，后壁区除了诊疗老街，也有乌树林、南花园区的观光焦点。有人表示，国际蓝点因为疫情已经停办2档，嘛要求172线拓宽完成以后，一定要将相关的预算直接拨予后壁甲咸水公所，结合在地共同行销。线组分开做分做迄个中安里和福安里啦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我有特别讲拜托迄个民政局同事。去和迄个原来乌树林里的里长和镇社区的理事长做一个沟通，沟通过，伊也相当会当了解迄个情形。实际上，目前这个法令要甲恢复去像以前，伊其他条件事实也足困难。要叫当地人来联署这件代志，去超过1/2的人，所以这点足困难。议员会长嘛针对第一线拍火兄弟致癌风险增加，所以要求消局一定要落实每3档补助1摆健康检查预算，临时少年的拢轮袂到，尽力来保障因的健康。台湾新闻军及刘品言采访过的。